1993年10月28日，台电伫大甲溪上游的新天然发电厂进行并联发电完工试验时爆炸。因为地点伫崩坑内地下2楼，封闭空间严重起伏，造成6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，1个人失踪的危重。1998年10月28日，中国国际航空一架班机本来为北京要飞到缅甸仰光，想到伫半路，机长向阳放闪光，要将飞机驶到台湾，人客拢着惊。副驾驶加中国航管中心通报，中国方面嘛赶紧联络台湾的中正机场。飞机降落了，警方将机长甲因某抓起来，机理讲伊伫不满中国的帮我分配制度甲公司的财务，才计划劫机。一个在炸药日报冲向人群，弄到天安门城楼前的护栏导火。2013年10月28日，中国北京发生用车弄天安门爆炸导火事件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38人受伤。中国警方定调这是一件恐怖的攻击事件，甲新疆独立运动组织有关系，并且抓5个敢若是维吾尔族的嫌犯。